最近呢幾日，台海局勢真係越嚟越令人擔心。好多人本來以為特朗普訪華之後，美中之間至少表面上會稍為降溫嘅，畢竟而家全球經濟壓力咁大，美中雙方都唔太想局勢直接失控。點知川習會啱啱完咗，台海周邊反而開始出現一連串好強烈嘅危險信號。首先係台海西南空域發生衝突，短短3分鐘內，中方3次對我國空軍同外國軍機進行廣播驅離，跟住美軍機就高分貝9次反擊，強調自己而家喺國際空域合法飛行。之後，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都公開表態，強調美國會堅定支持台灣。而更令人警覺嘅係，我方國安單位透露，依家中共嘅第一島鏈周邊仲係維持接近90艘軍艦嘅高水位部署。如果川習會嘅結果唔符合北京預期，520前後好大機會仲會有新一輪動作。咁一樣啦，喺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訂閱嘅，請幫手訂閱啦，請讚好及分享俾朋友。如果有時間嘅話，請幫我手睇晒啲廣告，多謝大家。如果將呢幾件事全部串埋一齊嘅，你會發現而家喺台海其實早就唔係單純喺兩岸問題，而係美中兩個大國喺度正面角力。而且最近最值得留意嘅一件事就係共軍擾台已經開始進入另一個層次。以前大家對共機擾台嘅印象可能仲停留咗偶爾飛過咗一下，但而家完全唔同晒。依家嘅共機擾台已經變成差唔多日日都發生，而且數量越嚟越多，路線越嚟越複雜，飛行模式都越嚟越有挑釁意味。好多時甚至唔係淨係飛入防空識別區嘅簡單，而係特登逼近敏感空域，甚至美軍同國軍喺空中近距離接觸。其實呢樣係好危險嘅事，因為天空唔同地面，啲咩可以踩剎車嘅空間。戰機以高速飛行嘅情況下，只要有一個誤判、一個轉向失誤或者距離估錯，都有機會直接擦撞。而且近年中國軍機唔單止飛得更加頻密，佢哋嘅態度都越嚟越強硬。以前呢仲比較似係宣示存在感，而家就開始帶有壓迫意味，包括高頻率廣播驅離、逼近航線，甚至有啲危險嘅攔截動作，全部都令台海上空嘅風險急速上升。美國其實過去已經多次警告中國，話近年佢哋嘅攔截行為變得越嚟越危險。有啲動作甚至已經接近挑釁邊緣，而今次最敏感嘅地方就係攻擊唔單止對我方軍機廣播，仲直接對美軍機進行驅離。呢個代表北京而家已經唔單止想壓迫台灣，佢仲想挑戰美國喺台海周邊嘅存在權，所以美軍先會咁高調反擊。因為美軍而家其中一樣最重要嘅事就係不斷強調一句說話：呢度係國際空域，唔係中國內海。呢句說話聽落好普通，但係其實背後係規則之爭。中國而家真正想做嘅事，就係想慢慢將台海變成內海，即係透過長期嘅軍事存在，令全世界逐漸習慣中國軍機日日喺度巡邏好正常，中國軍艦長期喺度都好正常。只要時間夠長，國際社會就有可能開始默認中國對呢一片區域嘅控制權。而呢樣嘢就係美國而家最唔想見到嘅事，因為對美國嚟講，台海根本唔只係台灣問題咁簡單，佢影響緊成個第一島鏈。第一島鏈由日本沖繩、台灣一路連到菲律賓，而台灣就係呢一條戰略線嘅核心。如果中國突破第一島鏈，美國喺西太平洋嘅軍事壓制力會大幅下降，日本同菲律賓嘅安全壓力都會即刻暴增。所以而家美軍不斷喺台海周邊出現，其實唔係淨係撐台灣嘅簡單，佢真正想守住嘅係成個西太平洋秩序，而中國都好清楚呢件事。所以而家中國對台施壓，好多時其實都係對美國施壓，佢係想同華府講，如果你唔讓步，我就會提高台海風險。而最近另一樣好值得留意嘅就係中國軍艦數量，而家中共喺第一島鏈周邊依然維持住接近90艘軍艦嘅高水位部署，大家唔好以為呢啲只係普通軍演，因為軍艦長時間留喺海上，其實係好燒錢嘅事，淨係燃料、補給、後勤人員輪替，全部都係好大成本。
所以如果中國願意長時間維持佢嘅規模，就代表北京而家對台海局勢嘅警戒程度真係好高，而且中國近年嘅軍事模式都開始有變化。以前比較似短期軍演，而家就越嚟越似長期駐守。以前演習完佢嘅軍艦就返港，而家就係長時間留守、長時間施壓、長時間存在。其實呢個就係典型嘅灰色地帶作戰，佢未必一定要正式開戰，但係佢會令你個社會每日都處於壓力之下。今日有共機飛嚟，聽日軍艦又靠近，後日再擴大軍演範圍。走咗之後，好多人甚至會開始麻木，覺得反正每日都係咁。但係真正危險嘅地方就係呢度，因為歷史上好多重大危機，往往就係大家習慣嘅危險之後突然爆發。而520之所以嘅敏感，就係因為呢個唔淨止係台灣總統就職嘅終年咁簡單，對北京嚟講，呢個係一個政治信號，一個時間點。特別係賴清德上任之後，北京一直覺得佢嘅路線比以前更加強調台灣主體性，所以每逢重大節點，中國幾乎都會加大對台灣嘅施壓力度，包括共機擾台、軍演、海警船行動、外交封鎖、經濟壓力，全部都有可能同步出現。而今次又啱啱撞正川起會，所以北京而家其實都緊密觀察住美國到底願意讓幾多步。如果中國覺得美國佢俾足夠讓步，佢哋好大機會會再將壓力集中翻嚟台海，因為中國知道台海就係美國最敏感嘅戰略神經之一。但而家最危險嘅地方就係美國唔可以退，中國都唔可以退，台灣更加唔可以退。美國如果退，美國喺亞洲嘅威信就會崩潰。中國如果退，內部民族主義壓力會即刻爆煲，而台灣如果退，國際空間同安全感就會好快被壓縮。所以而家三方全部都進入咗高壓狀態，而且大家有冇發現，而家台海其實已經唔係和平時期，只係未正式開戰啫。軍機日日飛，軍艦日日對峙，資訊戰、心理戰、外交戰全部都同步進行緊，甚至連空中廣播都已經開始充滿濃濃火藥味。最恐怖嘅係，好多人而家慢慢習慣咗呢種高壓，但係真正大件事往往就係咁，大家覺得應該唔會真係出事嗰陣發生，一時候突然發生，因為好多戰爭唔係計劃出嚟，而係誤判累積出嚟噶。而家喺台海就係呢種最危險嘅狀態。好啦，呢條片就差唔多時間噶啦，咁啊多謝大家收聽同埋收睇。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嘅地產嘅消息，而呢啲嘅消息就唔方便喺呢個公開嘅 YouTube 頻道講嘅話，就可以加入我哋呢個拉人哥嘅 Patreon呢個會員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拜拜。